今日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11月初5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0篇，阿摩司书第5章12节到24节，路加福音19章11节到2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忠仆。要安怎成做忠心的仆人？这是受呼召基督徒的责任。但是呢，要成做忠心，毋是照咱的需求，毋是照咱的标准，咱是着爱照着上帝的呼召甲标准啊！吼，有人将服侍教会当做一种职业，安尼是毋是符合着上帝的呼召？有人认为讲伫家己教会伊功劳真大，上大，所以呢，所有名声，伊拢要揽伫家己的身躯顶。有人将教会当作家己的企业版图，甚至变成做家庭的事业。其实这样的想法、态度，拢是违背着上帝的呼召，违反着主的旨意，以及背离上帝的道路啦。阿摩司书第5章14节到24节安尼记载：我知恁的罪过偌尼啊大，恁的罪算袂了，恁压制义人，收暴露，伫城门口冤枉散车人，伫即款邪恶的时势，卡人用拢点毋讲话，着追求好，毋通追求歹，恁才会活。安尼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会照恁所讲，甲恁同在。着万分歹意爱好，伫城门口主持公道。安尼检采上主万军的统帅的上帝的施恩，互约瑟剩落来的子孙。所以，至悬的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安尼讲。就伫所有的广场有哀哭，伫逐条的街路有人讲惨啊惨啊，因会叫做唱人会来低哭，请熬唱哀歌的人来哀哭。伫所有的葡萄园会有哀哭，因为我要来甲恁刑罚。上主安尼宣告：恁仰望上主的日的人，惨啊！恁是安怎伫仰望上主的日？迄日是暗，毋是光。迄日来临会亲像人闪密西煞拄着翕，入去厝内手划着壁，煞雨蛇夹着。上主的日是暗，毋是光。暗，一丝仔光都拢无。我厌恶拒绝恁的节期，嘛无爱恁的严肃会。恁献烧化祭甲素祭互我，我毋接受。恁献肥的精生做平安祭，我嘛无要接纳。着互恁唱歌的声离开我，弹琴弹瑟的调。我嘛无爱听，着互公平亲像大水长流，互公义亲像江河直流。想看卖啊！当上帝若拄着咱的时阵，会讲赞啊，还是惨啊？耶稣基督在教导门徒的时阵，提到着一个10个仆人的譬喻。虽然这10个拢是主人的仆人，但却无一定是每一个人拢是忠心的仆人。路加福音19章11节到27节，耶稣基督安尼讲：众人咧听这的话的时，耶稣甲因讲一个譬喻，因为因得要到耶路撒冷，搁遐的人想讲上帝国怜悯会实现。所以耶稣甲因讲，有一个贵族去真远的所在，要受封做王才转来。伊调集10个仆人，互因10个金币，一人一个，甲因讲：我转来以前，恁着用这个金币去做生意。本国的人民怨恨伊，找一个使者缀伊的后面去，对皇帝奏讲：阮无爱这个人做阮的王。
这个贵族受封做王，转来时，叫遐会领着钱的仆人来，爱知因逐个人趁偌济。头一个来伫伊的面前讲：主人啊，我有用你的金币趁10个。主人就甲伊讲：真好，好的仆人，你既然伫小事来忠实，我要互你有权管理10个城。第二来讲：主啊，我用你迄个金币来趁5个。主人嘛安尼甲这人讲：我要互你管理5个城。佮另外一个来讲：主啊，看你的金币伫遮，我用手骨仔甲伊包起来放咧。我真惊你，因为你是一个严苛的人，无价你嘛要领，无种你嘛要收。主人就甲伊讲：你这个可恶的仆人，我要照你家己所讲的甲你定罪。你既然知我是严苛的人，无价嘛要领，无种嘛要收。你哪会无将我的钱寄伫个银行，当我倒转来时，通领无钱甲利息？主人甲伊身边的人讲，甲伊的金币摕来，交互迄个有10个金币的人。因就对伊讲：主人啊，伊已经有10个金币啦。主人讲：我甲恁讲，已经有诶，要搁摕较济，互伊；无诶，连伊所有诶嘛要甲伊抢起来。毋过遐个对着我无爱我做王诶，甲因拖来遮，伫我的面前甲因杀死。咱着爱认真，爱专心，搁爱努力来忠心服侍，诚做互上帝所欢喜而乐，忠心服务吧。诗篇50篇，则请咱家己来研读。感谢天父赏赐你的呼召，也互阮会有机会来军队来遵行，也受交代，诚做主的仆人。求主帮助阮来诚心服侍，诚做忠心的主仆。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